大家好，我是有 M， 先朗讀一下開卷詩歌：癸水開庫，財動四方。癸未作庫，財門開；癸丑衝庫，貴人來。癸巳財旺而養德，癸亥動馬發橫財。癸水係咩？係雨露，係智慧，係心靈之水。今年月至，月木食神透出，生巳火正財，對癸水嚟講係才華變財嘅年份。嚟到癸未月，天干比肩癸水透出，地支未土係癸水嘅墓庫加食神庫，仲藏住月木、食神、丁火、偏財，加埋巳未暗會午火，形成隱性火局，等於一筆唔為人知嘅偏財來源。簡單講，你坐喺自己嘅生財寶庫上，只要識開庫，就有機會轉身賺錢。未土是食神生財寶庫，你嘅庫到底會不會被打開？關鍵係你幾時出世，用節氣分法睇出你命局五行。立春2月4至立秋8月8出世，木火旺，金水為喜神。如果命理金旺大庫，未來沖，比如係丑土庫打開，比劫加印星，等於有貴人、有團隊、有合作。財星制印，印在幫身，呢種人識借力，一開庫就有人扶你上位。立秋8月8至翌年立春前2月4出世，金水旺，木火為喜神。反而係未庫被打開，月木加丁火入局，小心火旺土重，癸水身弱就容易財多反傷，辛苦多過收穫。若天干再透月木斜線辛金，出現食神加梟神對戰，梟神即辛金奪食，可能出現才華無發揮，被打壓、丟工、升唔到職，斜線做多得少。下面是四大日主分別解釋：一、癸未日主坐庫得庫，貴氣自藏。事業財運，你今年係坐喺自己嘅食神生財庫上，天干癸水比肩透出，地支未土為食神庫，藏住月木、忌危同丁火，偏財，格局極靚。食神生財流通順，才華有發揮空間，利於創意、技術、命理、手藝、發明型領域。有實力、有靈感，只要開始行動，癸未月就係你啲應期。婚姻感情，癸未日主五行中正，偏保守理智，感情方面亦遇內受型對象，關係穩重唔浮躁。不過要注意，比肩透出，自己太強，容易壓制伴侶。適當柔和、包容，有助感情發展。健康個性，你個性沉穩、內斂而有實力，但因為未土係無庫，有時會想法太多，但唔肯表達，情緒內耗。今年火旺，身體要注意脾胃、睡眠質素、眼乾等問題。二、癸丑日主庫中逢沖，權財分明。事業財運，癸丑日係癸水坐自己比劫同印星庫，癸未月同丑土相沖，會有變動或者突破，是原局而定。若你係立秋至次年立春之間出世，金水旺，多數係丑沖未，財庫打開，事業機會大增，利於學習、技術變現、財務改善。不過如果天干再透金，可能出現梟神奪食，即係你出晒力但無收穫，甚至被人打壓、降職、離職。若你係春夏季出世，木火旺，多數係未沖開丑庫，打開印比之庫，即係有貴人幫你，同人合夥做事，資源互通，合作多，人脈多，機會多。婚姻感情，癸丑日主性格偏冷靜、執着，感情上比較實際。本月衝動之象強，
有突如其來嘅邂逅或者爭執，而平心靜氣對待親密關係。健康個性，充富之象可能會帶嚟睡眠質素下降、脾胃負擔、情緒反覆，留意腸胃問題，適合冥想、抱腳、喝清茶排火氣。3. 癸巳日主伏吟火旺，財壓須忍。事業財運，癸巳日主今年伏吟，月至年見癸巳，加強自火力量，係正財搭家之年。癸未月嚟多個食神生財富，巳未又暗會午火，火勢成局，財氣極旺。但問題係火旺克水，財多壓身。身弱之人易出現因財致勞，財來伴是非。命格身強者有望借火生勢，創業得勢。身弱者宜守，忌貪財無盡。婚姻感情，癸巳日為陰差陽錯日，主婚姻多變數，波動強烈。古詩有云：陰差陽錯最風流，花燭迎郎不自由。意指婚姻多非自主，或有命定之轉折。本月財旺動情，情感之事容易失控，慎防爛桃花、曖昧糾纏。健康個性，你性格神秘帶衝勁，但今年火太旺，要注意肝火旺盛、血壓、眼睛問題、情緒波動。適合修復、行善化煞，養德鎮火財。4. 癸亥日主陽刃逢沖，動中生財。事業財運，癸亥日係癸水助陽刃，亥水本就身強，今年月至與亥沖，為馬動年。癸未月亦係未土為食神庫，內藏財氣，暗合財局。此月非常適合出差、遠行、異地發展、出國申請等動象行為。而且自亥沖帶動馬，同時也有動財之象。你可能會有投資、搬遷、裝修、創業等支出，但只要提前準備，用對地方，反而能化煞為財。婚姻感情，癸亥日同樣係陰差陽錯日，感情容易有特殊姻緣、異地戀、年齡差、社會差異大嘅情況。今年動象強，情感方面可能會出現遠距離拉扯，或者短暫熱戀再冷卻，要慎選對象。健康個性，身強者火來可泄，身弱者則易損傷，要注意水火失衡引起嘅失眠、心神不安、腎氣不足等問題，亦需防水路馬之災，出行注意交通安全。而家獻上呢套帶新運嘅搖臂組合，最清波。祝福各位癸水朋友喺呢個仙氣飄飄嘅10零癸未月，長袖善舞，清波蕩漾，財運四方走，仙氣滿人間。蝶戀花最清波，獻給癸水日主癸未月專屬詞。輕奏拂波搖曳影，雲水無痕，步步生仙境。未庫藏財開靈性，微風一動盈盈靜。夢裏幽香浮墨景，財運天成，偏火添光影。10零仙月如煙景，一舞清波人不醒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，請別忘記訂閱點讚。如果有任何反饋意見，也歡迎你在評論下方留言。